是你是假的，我会把你拉下去。会感到辛苦，风霜一路，披上淡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洋唯多前途，春夏又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江的班家错，休息一下别强诉，入口干千山万树，披一下发向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情有你上下天数，不是爱情清楚楚，永远铭记在心中。不是爱情清楚楚，不枉来时路。几条人诗含有本最痛惜的时节，佢无答简体，咩无细体，含家出差社会，记条都唔会正经嘅。胡先生，係哪位啊？啊，什麼嘢啊？唔使意。这边请。这边是门诊区，规模不大，大部分都是我们固定的病人，从疗养院那边跟着过来的。前面是复健区，如果我们有空的时候呢，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运动，让他们熟悉环境。张老师，我们这边电梯呢都是有经过密码的控制，所以上下都必须要按密码才可以出入，所以这边的安全是完全没有疑虑的。那密码会不会不定时的更动？啊，会的。这样比较安全啊。老师，这边是我们的护理站，那边是病房，这边是活动室。如果有空的时候，我会带病人在活动室运动一下，舒展筋骨。很好。那先让他们填一下资料，带你们过去这边。好，谢谢。走。这就是我们的活动室，平常没事的时候会让他们在这里活动。那边有很多书籍可以供他们阅读。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琦的主护王碧秋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住院手续应该已经办好了，我们出去签名。哦，好。
方琦麻烦你了，不会。要乖哦。老师，方琦，带你去病房。李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这？李医师已经开始会谈了。哦，拜。小白，那个病人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特别，他爸以前是李医师的指导老师啊。怎么了？走了。拜。他的精神症状时好时坏，尤其是幻听跟记忆的问题。没有幻听的时候，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正常生活。护理师你好，叫我壁球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是我儿子之前治疗期间的护理记录跟心理评估。衣服跟日常用品，看护都整理过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物品，可以马上收到病房前。你们有请看护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护理记录的内容，方琦并没有明显的症状。如果你们有请看护，为什么不在家里回诊治疗就好？我跟我太太讨论过，还是把方琦交给专业的护理照顾比较好。毕竟看护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。这是我儿子的固定用药，之前开的还没用完。都在这里吗？都在。老师，这里好像少一颗晚上的。少一颗晚上的，啊，可能看护漏放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回去拿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疗养中心有相同成分的药，在这里开，不用多跑一趟。不用麻烦了，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。也可以。我没有看到方琦的电话卡，需要合作社帮他办一张吗？哦，不用了，反正我每天来。再说我太太上班，家里电话没人接。来，10個字，10個字。你最好是嘅看，有葡萄，係呀，tomato 啊。哎，慢慢的吃啦，又冇人搞你吃哦。哎，推出来，推出来。啊。哎呦，你用眼球给片脱熟哦。来，哎，上瘾啦，来，抢10個字。谢谢阿姨。哎呦，你乖哟！你看呐，那抢嘅10個字，佢要講謝謝啦。我还撞到。使我壓爆！來，也係平安符哈，保佑你平安。有哈，眼睛闭起來哦。哎呦，就冇事情嘞，慢慢的生哈。哎呦，吃的满都是，一嘴都是，慢慢的生啊。我还撞到。烦死你！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会随时联络老师。谢谢你啊。爸，
啊，我转了。系啊，还有事情啊。听讲嘢，你过来困呀，你听听会乖，会糖花哦，啊？爱弟，来来转来啊！爸，妹妹嘅生日，爱做地参加综艺吗？对啊。那老爷妈妈讨论看呢，你想要去给她照顾好啊？拿来转来啊！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你看吧，他们都不要你了。会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你怎么了？在，我还是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你的最爱。什么东西？我得好的茶。
唱片呢。靠，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好吗？现在谁要听他的歌啊？啊，你不是最喜欢他？那是小时候啊。哎，2片50元呢。妈咪唱的山歌还比他贵100块哎。神经哦！当初也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要听他的歌，因为脑袋撞到吧，不知道在听什么东西的。郭德浩有偶像哎。德浩哥，真的是你啊，德浩哥！按叫无惊哎，天改啊！小陈，你重庆的助理啊？哦，最近如何？德浩哥啊，我真的要感谢你，你当年把我赶出去，我就发愤图强。我现在啊，有了自己的唱片公司跟广告公司，哎，你呢？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老样子。哎呀，自己兄弟别跟我客气嘛，我那里啊职位多得很。你来我这里，我让你当创意总监，怎么样？要不然我帮你出张唱片嘛，花不了多少钱的啊！哎，要去哪？我载你。我的车，英国进口，全手工打造，全新古董车。想去哪？我载你。不用了，我跟朋友约在前面。好，我请你吃饭啊，打给我啊，加油！德浩哥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现在正在拍一支广告啊，女主角长得就是林丽耶，你看我们多有缘呐！其实啊，我是特别找她，为的还不就照顾你们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表现真的太完美了，在镜头里面的你呀，不知道看起来有多美呀！来来，上车上车！哇，我们得好好庆祝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怎么样？东西好吃吗？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告诉你，是你那个手的动作啊，你那个手一伸出来啊，那个，我来就好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帮你倒酒啊。我敬你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对了，我那新戏的剧本你看了没有？查理哥，这个还要跟我的经纪公司谈谈看吧。我早就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啊都很开心，你拿来演我这部戏呢。剧本看过了，里面有一场最浪漫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戏，就是啊男女主角在山顶上望着星空，互诉终身的那场戏。郭德浩，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啊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弟弟，要是敢现在走的话，我就封杀你！啊，慧轩啊，你有看到放给其他药的吗？应
英国露提假啊，无路无诶。奇怪咧，变哪位去咧啊？无看到变哪位啦？啊，伫俩位啦。咱不要落药去哪啊？我干脆露煮好诶。看报复嘅时节啊，小叔了一种药嘅啦，我老给送过去，验出转来，也了显示了哈。佢有无讲一群呢？有必要味到一只药嘅当工做一转哈？康复中心开唔得哈？俩种药嘅啊，系原创嘅，但像以后中心有啦，而咩啲放弃啊，是其他牌药嘅副作用较大啦。咯。那都唐人嘅话，老给送到康复中心去咧，你下东西唔记得拿，那其他有用嘅咯。嘛，叫我都唐人嘅话，一本单路英文。爸妈，真的呀？你。慧学，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上海生啦，无用看书记的啦。来。不想吃。做嘛呢？文带唔爽快哈？你们又趁我不在把哥哥送到医院。你还使用那样？要闹脾气是不是？好啊，饭就不用吃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内地。老伢哥哥感情同好，那哥哥哈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莫讲安尼应承生人呢？嘿娘的呢？吃一点啦。算了，黑样的，你们去出去爱，老房给送到康复中心去，你还爱送去嘞？你还没冇欢喜？爱去那边做唔错嘞啊？你做嘛讲啊？佢冲系被照嘅穷样啊？俺唔系了啥意思啦？老实讲哦，房给真嘅冇爱必要代言，佢老小学感情同好，爱看哦。还俾老佢接转来，好唔好啊？根本应当送去，唔要佢接转来。我今年因为小雪嘅事情冇欢喜啦，冇安用啦。你哦，请假一只看护好唔好？请假一只看护律师的保证唔会出事情哈。送俾小雪才是真事呢，如冇好到高院哈。该摆嘅事情总唔得总下怪放弃。万个律师唔得怪人嘅保庇来嘅。但拜律师唔得怪伊，俺唔系个啥意思啊？伊系伢来嘅，小雪唔系伢妹嘅哈。小雪系俺妹啊！哦，你唔想讲？嘿，你恭喜啊，考到加州诶！恭喜！哦，冇安尼啦，自己看安做，就好去说一下。可以。你知道在在兴是该减肥吗？好，让啥人较神奇咩？还有，
警卫平房发生嘛事情？但妈妈喊我请麻烦无？冇啦，老人伊个视觉失调去骗伊。哦，又是咧骗人哦！会慢性的也演技台诶，还有上去洗嘞？咁奇怪，啊无黑人咧嫖妓啊，我当然有得选咯。朋友唔会提哦。好啦，但讲你去煮咧。总要用个暗语。你有自拍镜吗？你又唔是甲检缝掉？我们再一起去那个。我是精神科护理师，版主应该是罹患了边缘性人格的患者。情绪化的情绪化，还边缘性人格，亏了你个怎样？baby，你还忙睡啊？差不多睡了，啊。李医师，方琦少自备药还没有开上去，等下饭后会没药。我先去忙喽。所以后来太忙忘了这件事情，我忙处理。今天何老师没来吗？还没看到哎。喂，药局吗？这里是急性病房，那个编号904的药怎么不在开药系统上？停了，为什么？不是这样随便换药都没通知的吧？好，我知道不是药局的问题，没关系，我改相同成分的开，谢谢。奇怪，药商怎么突然就不进货了？护理师，那个，怎么了？我爸爸应该要留一些钱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张电话卡？哦，我是可以帮你买，但是你爸说过你不需要，还是你要等他来的时候帮你带一张？这样吗？谢谢。
方琦，你应该知道病房的规定是不能收病友的东西。有什么关系呢？亚总卡存没几多钱，就本体呀，分享还美德呢。也唔系钱嘅问题，这是病房规定。全就唔知讲，上班工作唔得，例行上去工作得。啊，算了，我相干，等下李生来咱问。你会准时下班哦。那你冇做事。哦，你安怎讲呢？唔免啦，迄台湾民警还没假头去点做啦。总唔得等佢。你冇想清楚呢，拜托啦，我给天数他啦。好啦。耶啊，我拿你天数。量血压哦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何方琦。护理师，这颗是吃什么的啊？之前没看过。之前的药这里没有进，李医师帮你开了一种成分一样的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方琦，怎么了？好痒，好痒。你忍耐一下，我去叫医生。李医师，方琦对新药出现过敏反应，全身红肿发痒，我先替他分析。过敏？不可能啊，也不是相同成分。生命迹象呢？还在正常范围。先继续观察，如果及时马上要走。如果状况没有缓解，随时联络我。过敏不是小事哎。我有急事。医院有什么事情比病人还急？他现在吃了药，症状已经缓解下来了。观察他的体温和尿量，持续让他喝水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通知值班医师。不需要转诊吗？以前在你们医院，普通过敏会需要会诊吗？我只是担心晚上会有什么突发状况。他症状已经缓解下来了，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？对不起。我该洗澡。奶奶别跟我们吵，大人就安置死他。哎，偏你出事情，这样子有问题。
有闲无？我有事情来找你讲。哦，亚比无人呢。明姐已经到了，你来。坐啊。阿长，你早得直接讲，黑讲丁权嘅事情，我顶下有唔错，唔会有喊白。试用期会到嘞，同哥唔会有乜问题。我想问哦，你对亚边嘅想法？亚比同好。正经嘅咩？正经嘅。哦，好啊。亚比老以后重新比有较强壮，亚比嘅环境难吃到以后。跳摆哦，来到精神科嘅时间，想法让人强用嘅。不过后来我发现唔系按用，因为啊，精神科嘅压力低啊，爱生你条诶。嘿讲哦，我看生你，不小心又掉进那个黑色的漩涡里去。我冇想要按用嘅事情发生啊！确定唔会？好啊。唔会就好啊，睇下好就好咧，啊！多谢阿长。冇买事情，都得再去歇困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小雪，我是哥哥。哥，你在哪？小雪，我在康复之家，你不要跟妈妈讲哦。直接上来6楼找我就可以了。很快，哥哥很快就会回家了。哥哥帮你打电话了。推销的啊。推销。哦，好意思输的哦，要吃饭了哦。好。有样一模样，講到像天樣樣誒。哪有按摩了誒，跟人嗰邊辦緊用嘅呢？走的啊，我們亞洲啊。哎呦冇啦，跟住用媽媽嘅拉嘅咩？哦，暗度後某天嘞，冇我。伊娜，吃东西蛮闹钱呢，这样吃饱要闹钱啊哟！我要万岁咯！东西不能抛出酸呢，骗人看到我老多爱反应呢。妹妹啊，
你都按对拜吃东西哦，不是那勾钱的，人家米叽叽的，没有吃反应安胎啊。哦。不是，几多钱啊？送来。好嘞，冇事情了哈，冇叫。一盘吼，我就带什么呢？唔使。姐姐，按子说，俺都嘛改名。李六七，六七啊，这个阿叔做生意要动辛苦，出门要记得带钱，对吗？我个又唔爱钱，那个当饭，唔通爱出去了又唔爱钱，要不还当我。阿哥几多岁？記得咧，阿哥唔好挨講太多話，然後連阿姨都做唔得講。阿姨，連阿姨連咩當好，不過佢慣當多，好挨大姨都當冇。姐姐。小黑，你突然出去了？好啊。安妮，俺就系新朋友嘞。嘿吼，系啊。迄个俺无叫天花吹，俺啲无限。啲嘞。用啊！唔過捱冇天花，唔過我係嗰個捱本捱。安尼你做出来比较好吃。到嘞，哪边啊？隔壁。哦，跟你去搞装修生意。六 K， 嘿，走回来啊？请问你是？哦，姐姐係太好人，請我食飯，還送我裝來，其他人都當我。哦，咁我啲面店看到記唱係唔記得帶錢。哦，安樣啊？是得幾多錢？哦，冇幾多錢啊，唔是咧。什麼咯？什麼？真嘅什麼啊？那亂走啊！我同哥哥早晨笑都見，差啲就會報警咧。嚇？就去哪？嗰個錯不嫌媽啊！媽，哥哥咩邊？好啊，去談吧。我先轉去了。哦，好啊，什麼咯？什麼啊？唔會。謝謝拜拜。什麼啊？再見。上來啊！拜拜。好嘞，你轉嘞，三個亂走呢？啊，轉嘞，得嘅轉，我不犯人案多。你最後去哪邊咧？就都死去去的啦，好彩啊！杜杜只細阿姐送佢轉來咩？思琪，趙漢燕，你講啲有幾危險？尤其，你到底係廿幾多麻煩？你仲係唔想帶啲波卡？好啦，冇媽啦，係啱嗰幾幾種無聊咩？人轉來出貨，冇媽咧。尤其，下禮拜做唔得人魔術師嘅人亂走。姐姐又唔係壞人。佢冇拄好拄到壞人，你用幹啥？到底係娘嘅，做咩咁怪哦？我要輸嘅。輸嘅？你買輸嘅做乜嘅？下禮拜還好吃嗎？還有下禮拜。不愛輸嘅。
叫我海板。吴珊珊小姐吗？哦，我是。今天很谢谢你来。不会。我是林丽的男朋友郭德浩。你好。先坐吧。我有幻想、梦想、想法改变，讲的话你谈不实，也就是是狗屎挑战。老人嘅分裂无强用，骗人老人人发地强一只世界，看到的就系无强用嘅风景。人讲的看到张有样，系无办法用到佢条神风嘅。佢條看到的、聽到的，都冇一天嘅真見嘅。講佢想好運呢，佢有一堆想我行卡了解一種偏嘅熱愛。不過就算係安尼，佢條行喺度到咧，很多困難。乃但將係嘅精神科醫生，做得做嘅冇幾多。乃就希望啲偏人冇干冇殺嘅世界，做得全力牢記天數。你怎么让他在这里啊？这样可能会有突发的危险。你做乜解用啊？見工，冇嗰隻佢捱我嘢。你喺啲前哪個女康卡還喺杜景福啊？錢又是睇嚟。来抵你受辱嘅事情，可聽你要用態度人來攻法。我媽嘅有講嘅，係分數嘅。係冇想我一個看到佢，佢真件懂定鏡。我地聽嘅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誰唔聽？留下一個擁抱。從而嘅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來無彩。而你我唔會在意，嘅在未來為上才經驗，我唔會在意，馬街係愛，你係唔係恨你呀？出色多太易中。定愛身邊，也想做的已灑來相依。你有空多麼？愛地天定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錯些多太易做，係定愛身邊。想做的已灑來相依，你有空多麼？愛地天定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